小静阿姨，英子，怎么看上去那么累呀？是不是最近学习压力太大了，睡不好觉啊？最近压力是有点大，睡不太着觉。哎，你看，这个是阿姨在网上特意查的网红视频，今天阿姨特意去买的，尝尝吧。吃点甜品能减缓一下压力。谢谢阿姨，快吃吧。对了，英子，阿姨还有个礼物要给你呢。你看，这是阿姨给你挑的围巾，还有帽子，毛茸茸的。阿姨觉得你戴上一定会特别好看，你要不要试试？阿姨选了一下，就觉得这个牌子适合你。哎呀，真好看，跟白雪公主似的。喜欢吗？谢谢阿姨，你真好。哎，我记得这座椅原来是记忆座椅啊，你怎么没记住我的位置啊？啊，我觉得空间好像变窄了似的。你还怪人家座椅？你不看看你的肚子？你现在肚子多大啊？你以后少吃点啊！我这个跟吃没关系，这是过劳肥，一天到晚的跟街上开车啊，老坐着也不走动，那肚子可不就越来越大了。行了行了，你要么你前面靠边，我来开。行，还没10来分钟的路，别折腾了，就我开吧。那行，那你开着小心点，你好久没开我的车了啊。我就说呀，是不是最近老忙活家里的事儿，耽误你挣钱了啊？拉活了？那不耽误，这有什么耽误？车是自己的，是不是？时间也是自己的，啊，老司机也是自己的，随时可以出车嘛。今儿没拉，明儿多拉2趟给补回来了，只要达到日平衡就行。哎呦，这烦死了，这真是。怎么了？他们学校刚刚来个通知，说寒假的这个补课取消了。这好好的把这个寒假的课给取消了干嘛呀？那孩子们去哪儿啊？一个寒假，在家待着呀？可以理解。那学校光替自己想，那孩子全跟家里边待着，啊，那不是每个家里面都有个全职爸爸、全职妈妈跟着的呀，看着的呀？这学校也是太不负责任了。行，你就别怪人学校了啊，咱们呢就管好了方一凡，管好了磊磊就行。你怎么着？高考这会儿就这样的啊，8仙过海啊，各显其能，你就别想着普度众生了。哎嘿，季局长，怎么着？圆圆，想问一下你有没有空，能不能帮我去接几个人？没问题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明天是吧？对。哎，那接谁啊？去哪儿？接几个老师到我家。行，那你发给我。好嘞，好嘞。谢谢啊。好，没事，我开车呢啊，拜拜。哎，行。哎，这老季对你还不错哈。怎么不错？那照顾你生意，让你帮着接人了。哎呦，这叫什么不错？这不是正常的吗？我干这活，人找我出趟车，正常。对我是还行，还可以啊。同学嘛，他真对我好，应该提拔我当副区长，真的。哎呦，方圆啊，当个街道办主任也行啊。我是真知道方一凡为什么都随你了，永远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。这真的，当个什么物业公司经理也行，你随便给我来个一官半职的。我从小就想当官，当不成，你知道吗？1单杠、2单杠、3单杠我全没当过。英子，
阿姨知道冬令营去不了了，你特别的伤心。但是没关系的，学天文的学校有那么多呢，我们不一定非得考南大嘛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还有一个帽子呢，试试吧。来，阿姨帮你戴上，定好看。来，好可爱呀！英子，阿姨还认识好多教天文的老师呢，回头我把他介绍给你，你们也可以做朋友。你什么时候想聊天文了，你就跟他们一起去聊一聊，想聊什么就聊什么，肯定特别有意思，好不好？没事儿，阿姨。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没那么想学天文了。你那么喜欢学天文，怎么能说不学就不学了呢？别赌气，英子。我真的没事儿，阿姨，您真的不用担心我。我记得您之前也跟我说过，您要我勇敢的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东西，我也努力的去试过了，只不过可能结果没那么好。曲线救国的道路有很多，不一定非得一根筋走到底。阿姨，别老说我的事儿了，你还没告诉我你最近身体怎么样了呢？阿姨上次微信跟你说的活检结果不是挺好的吗？没事儿，你看阿姨气色怎么样？挺好的吧？好，阿姨好看吗？好看。你的身体没事儿，我就放心了。英子放心，阿姨没事儿。你应该好好的调整自己的状态，别让自己太累了。要是有什么话呢，想跟阿姨讲，你就把阿姨当成树洞，你什么时候跟阿姨说都可以的，别自己闷在心里面啊。好，阿姨你也放心。哎，小芳啊，哎，你这天窗可够大的哈！啊，你这个车挺贵吧？不，这不贵，这一般家庭用车，挺便宜的。啊？哎，那个几个老师，您坐后边挤不挤？不挤不挤，不挤哈。冷不冷？不冷。我给温度调高点吧啊，调高点。请说一个指令。请把温度调到25度。您是说25度吗？是。哟，小伙子，你这车高级呀，还能跟车对话呢。这车比较聪明着呢，能聊天。我经常这个闷的时候，还能给我唱歌、说相声、聊天，什么都可以。是吗？哎呦，真好哎！谢谢你啊，小芳。我们上课本来快迟到了。哎，来得及。正好我和刘静他们是邻居嘛。哎，你们几位是返聘教学吗？刚退休那会儿啊，返聘过几年，可现在岁数大了，学校是去不动了，可跟家待着呢，又闲得慌。那退休了不就是闲着吗？那闲着多好啊！你可以出去找找乐子，玩玩啥的。也上过老年大学，学个画画啊、摄影啊。可是我们教了一辈子书了，还是想教书。你跟学生在一起多轻松啊，有活力，还能接触新鲜事物。嘿，您这心态好。再说我们姐儿几个呀，都是老朋友了，凑在一起开心高兴。哎，您几位是什么？是原来就是同事吗？一个学校的？那倒不是，不过我们几位当年都是西城的4大天王。啊，4大天王？哦，回来啦！哎呦，回来啦！哎，宋老师在啊？对呀。哎，宋老师来了哈。
别切了，听见没有？切，吃不了。哎，宋老师，下班了？啊，我们俩这是聊什么私密话题呢？你快喝口水。聊完了，你放心，一句你也听不着。哎，我想，哎，今儿神了，今儿神了，你猜我今儿拉谁？拉了4个人，四大天王啊？还真是4大天王。真的？拉到四大天王了，他们怎么4个凑一块儿了？哎，童姐，你觉得，哎，刘德华他们4个人一块儿坐我这网约车的可能性有多大呀？那难道是庙里的四大天王？是，哎，真是4大天王，人家是什么4大天王？说是西城区啊，这4个教师界的4大天王，真的4个老师老太太，是这个刘静从网上抢来的限量版精品课，4个老师说是4大天王，而且名字吗？有，哎，快查一下。哎，4个人啊，教数学的叫周欣彤老师。知道这个老师啊，教生物的是吴奇老师，教物理的这个老师叫我查查，王维佳老师，还有一个教化学的这个是赵小苏老师。哎呀，我跟你讲啊，这4个人里2个老师，我刚当老师的时候上过他们的辅导班的，都是特别厉害的。啊，这是真是挺厉害，挺牛的老师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说，一定要让凡凡去蹭一下课去，哎，特别好。哎，英子最好也能去。那就让3个孩子一块去听课。打住！什么？你们怎么就决定蹭课了？这是刘静从网上给洋洋秒摘的精品课，你们好意思去蹭课？怎么不好蹭啊？你跟老季说，我们一块负担学费呗。不是，人家这是1对1的。我不管，反正你想办法去。我怎么想办法？我不管，反正3个孩子明天就去上课，就这么定了。啊，加油！再找他一趟。哇塞，行吧，我想想办法吧。行，我想想办法。我去找刘静去。啊，我去找老季去看看，找老季。来了。哎，刘静。方圆。哎，老季没在家。啊，老季他出去了，他说他今年有点累，我就让他去汗蒸馆了。哦。你找他有急事儿啊？没事儿，没什么急事儿，我就给他发微信，看他没回我，看他在不在家。啊。那行，那就先这样啊。好，再见。再见。干啥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有急事儿。老季，老季，我，你谁呀？哦，圆圆。什么情况？对不起，什么情况？对不起，我。哎，你接着说。不好意思。是吗？没事儿。来，你挤，你也蒸一下，快啊！来，挤一下。啊！哎呀，真舒服。行。老季，我找你有个事儿，就我今天不是去接那几个老师的吗？哎，表哥，你别再给我摇晕了，晕就对了，我也晕着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赚到钱了。真的，赚多少钱？我给你看。这么多钱，3000块。对呀，美儿，我从来没有通过自己的努力赚这么多钱，3000。太好了。哎，美儿，我给你算笔账啊，你看咱们现在1周是上2次课，对吧？每次是2小时，然后一共上3周，一次赚600块。
对，600块。你看，但是如果按王阿姨那么算，她要2天上一次课的话，那就是1周上3天，对，一共上6个小时。我们要上4周，能赚7200块。多少？7200，这加上之前咱就1万块。什么时候告诉小姨？不着急告诉她。哎，我跟你说，那个我妈是做财务的，对吧？对，咱们也应该打理打理我们这个钱。我们可以投个资，哎，那理个财，把这个钱滚一滚，滚得更多，到时候我们想干嘛都能干嘛。不过呢，现在就有一个问题啊，你看，我呢要准备艺考，你明天呢要去冬令营，所以后期啊，我们还要跟陈老师好好沟通一下这个时间的问题。对，对，表哥，我不去冬令营了。不去？你为什么不去啊？你要是去了，拿了个好成绩，离清华就更进一步了，为什么不去啊？你听表哥的啊，你一定要去，因为你很有可能成为我们家族唯一一个去清华的人。你踏踏实实的去啊，听表哥的。可是，哎，来了，我给你们下了点3全的汤圆，快过来。来了。谢谢妈。尝一尝。哇，小姨，哎，我以前在老家只吃过那种白的，还没吃过这种5颜6色的呢。是吧？雷儿，这叫炫彩小汤圆。你看它们每个颜色不一样，里边每个馅儿还不一样。是吗？哦，对了妈，咱家现在还有没有椰蓉啊？我爸告诉我，用汤圆裹着椰蓉吃特别好吃，你给我弄那种吧。你现在让我给你弄椰蓉哪来去啊？明天吧，明天我正好给磊儿买点零食，买点东西给他带到冬令营去，顺带给你买吧。小姨，其实零食不零食的倒无所谓，我就是有点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这还有啊，不够。我第一次参加这种冬令营，而且里边的学生都是拔尖的，所以你就紧张啊？那你也是拔尖的，就因为拔尖才能被选进去啊。你像方一凡啊，他，对吧？他也他也没这个机会去啊。蕾蕾，就你这个成绩，也是拔尖里的最拔尖的，所以你紧张什么呢？哎，你跟我默念，我叫不紧张。我叫不紧张。对，没什么好紧张的啊。对，我妈说的对，蕾儿你也不用紧张啊，这事就这么定了，到时候我们全家一起送你去啊。快吃吧。凡凡，你爸已经跟季叔叔说好了，礼拜1到礼拜4你全天你就在季阳阳家补课，然后5、6日咱们再好好准备专业，好不好？不是妈，你这把我每天都安排的这么满啊？那你以为呢？你还想休息啊？这都什么时候了，方一凡？不是，我倒不是说休息，我就是说，你看我现在准备艺考的东西，时间都不一定够，你还让我补完课，我哪有时间啊？咱们大可以先把艺考弄完，再准备2、3个月的这个文化课，不一样吗？方一凡，我跟你说，你可真的不能掉以轻心啊！我那天不是跟你说了吗？今年教委的新规定，艺术类的投档线最低不能低于2本线的75%，是不是啊？啊？是，你说这些我都知道。不过妈，你看啊，那是人季叔给季阳找的老师啊，那咱们这么去凑热闹不太好吧？也不能叫凑热闹吧。你爸已经跟季叔说过了，刘静安也同意，觉得你们几个小朋友在一起，家里边人也放心啊。这事你就别操心了，赶紧吃吧，吃完了以后早点去睡觉。快吃，不够这儿还有啊。别又嘟着个脸，你看你让你学习你就嘟着个脸，赶紧吃。表哥，文杰，哎，帆帆，哎呀，你怎么在家啊？我请年假了，陪洋洋。我以为就洋洋和老师在呢。老师来了吗？来了。哎，英子呢？文帆。啊，英子我叫他，他马上下来了。好，你这端的什么呀？我这给炖了点牛肉，我怕这孩子中午没得吃。
适合老师。太客气了，我不知道你在家。老师来了哈，来，给你添麻烦了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就放在那儿就行了。行。哎，你在哪儿呢？别客气，一会儿啊。你快去吧。行，老师在等着你呢。你来尝尝我这牛肉，我这次土豆炖牛肉炖的特别好啊！我觉得是我炖的最成功的一次。是啊，土豆一个都没烂。我尝尝啊。好，你尝尝。闻着好香啊！啊，我挑的腱子肉啊，好，尝尝。好吃吧？这个，哎呦，掉裤子上了。没事，裤子没事，快擦擦。然后这鞋，哎，鞋没事的，没关系。这么浅的颜色鞋，赶紧洗一下。那卫生间有那个去油污的，好，我给你洗一下。没事儿，其实。哎呀，真是。达到最大速度前，运动为变速运动。达最大速度之后呢，感应电流。刘姐，来坐下，吃点橙子。您卫生间那个头发是你掉的吗？怎么这么多呀？这太吓人了吧！哎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更年期综合症。啊？我最近吧老是睡不好觉，然后气血有点亏，就掉头发。更年期综合症掉这么多头发？哎，我从来没听说过呀，怎么还掉这么多头发？哎呀，不是每个人都这样的。我呢，是因为前2年在青海的时候吧，有点不太适应高原反应，也不太会照顾自己，就落了这么个病根儿。一到冬天吧，就大把大把的掉头发，没办法。哎，你这药是治更年期的吗？啊，这个就是治掉头发的。哦，哎，更年期综合症嘛，这毛病太多了。我就是那会儿跑来跑去的，落了一身的毛病。真不好意思，我都不知道你现在这个休息不好。要早知道这样的话，就不给你添这么大的麻烦了。真是没事儿，孩子们在一起还能就个伴儿啊，互相鼓励鼓励，挺好的。还有这个丁一这事儿一出吧，洋洋一个人自己在家，我还真是有点担心呢。正好这英子和凡凡能相互做个伴儿。这丁一这事儿一出吧，哎呀，我心里也是特难受，憋得慌。你说，搁谁身上谁受得了啊？咱们都是做父母的。哎呀，其实孩子成绩真的不重要，你这么一对比，只要他们活着健健康康的就行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一家人全全乎乎的。对，哦对了，方柔跟我说那个让我问一下你，这个费用是多少？我们得出一些啊。嗨，没事，这邻居的，你提前不就生分了吗？那不合适啊！你说你没有找老师，又这个啊，带着几个孩子一块儿补课，到底是多少？就是我们怎么着也得表示一下。没事的，反正这一个人听也是听嘛，几个孩子一块儿一样的。那要不然这样吧，反正我现在也在家给孩子们烧饭，要不然每天我负责他们的这个午饭晚饭要需要我也可以做。虽然我做的没方圆做的那么好，但是至少咱能保证这个菜是干净的，是放心的。然后我变着花样给孩子们做一点，你得让我表示一下这个，你给我一个表现机会，要不然我真的是不好意思。好吧，可以，就是辛苦你了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我反正也是可以上去帮把手的嘛。行啊，没问题啊。哎，我问你，你这年假休到什么时候？我是说你要忙你就去上班，然后呢，那孩子们我来看着，不行就上我那儿去。没事儿，
我这个年假吧，我连后面几年的年假我都请了，有时间啊。哦，那你们单位真挺好的，我们单位不可能说是后几年的年假还给。别操心了，我是有时间的，没事儿啊。好。哎，文姐，来进来。哎，英子怎么还没去啊？哦，今天啊最后一节网络课，有点拖堂了。英子，快点了啊！人家那边开始了。咱们在那儿都开始了，老师也来了，是吧？啊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刘静跟我说，这个课是这么上的，礼拜一到礼拜四，每天请不同科的老师过来上一整天，然后5、6日休息。哎，太好了。然后我就跟他说，我说这个费用我们得表示一下。对，他怎么说？他不同意。后来我就说，那这样吧，反正4个孩子加上还有这个老师，我说这个饭每天我来做，我们俩轮流，对吧？对，哎，这太好，是吧？我说我们也这个负担一些。对。哎，我想跟你说，我觉得刘静可能生病了。啊？生什么病了？我在他们家卫生间那个纸篓里边看见好几把头发，那么长的肯定是他的。我说怎么掉这么多头发呀？他怎么说？然后我就问他，他说是更年期综合症。啊？更年期掉这么多头发，不太正常。我也是说，没听说谁更年期这么一把把掉。然后他说是跟老纪到青海落下的病。然后正好我看他在吃药，我这随手看了一下那个药，那上面看了，那好几个什么癌，什么肾癌啊、子宫癌、什么卵巢癌，他啪他就给拿走了啊！他不会得的是癌吧？我挺担心的。小点声。怎么可能啊？你没问问吧？我没好意思问啊，他也没说。他最近有没有什么反常的呀？你觉着？你这么一说，还提醒我了。我最近老在院里能碰见他，我还想呢，这休年假休那么长时间啊？歇年假我还问问他呢，我好意，我说歇年假歇多久啊？我说你要是这个休的时间不长的话，孩子们到我们那儿也行，到我家也行啊。对呀，他怎么说？他说他年假是把后几年的年假都请了啊？怎么可能？哪个单位会让他这么请假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可能。哎呦，你说他这生病了，他也不说哈。他那性格肯定不会说的，他就是那种有什么事都憋在心里的。哎，你没让他知道，你看出来了吧？我哪敢啊！我看他也不太想跟我说的样，我就没说。咱们就当不知道，等他什么时候愿意跟咱们说了，咱们再说。好。哎呦，怎么会得癌症啊？是啊，怎么能帮帮他呀？就是咱们每天多做点饭菜，就别让他再做了。对，我也多做一份，是吧？让他休息休息。哎呦，这刘静平时看着身体挺好的呀，怎么得这样的病呢？还不知道什么癌呢。哎，让方圆试探老纪呢？我觉得别问了，他不愿意说，你问他干嘛？喂，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好，
我是北京春风中学的学生，我想咨询一下报名的事情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们已经过了报名的时间了。老师，我想请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因为我之前是报过名的，只不过最后给取消了，所以还可不可以补报啊？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不能报了。行，谢谢您啊。宋老师，哎呦，这也太丰富了！哎呀，来我来，应该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做了一个可乐鸡翅啊，然后呢炸了个小黄花鱼啊，然后还做了一个这个牛排，我第一次做，不知道口味怎么样，炒了2个青菜。哎，我这儿你看，红烧猪蹄儿还有麻婆豆腐，哎，弄了一个汤挺不错的，排骨栗子汤，一会儿多喝2碗啊。啊，你要不喝那么多，还都给抢空了。对，孩子们不都在你这儿吗？我们就说多做了一点，这样你就可以不用做了啊。就是，真的不用这样，太麻烦了。不麻烦，是我们不好意思麻烦你，这么多孩子在这儿，多闹腾啊！就是，平时带一个孩子都嫌烦，你这一屋子孩子能不闹腾啊？不过他们在你这儿，我们也放心。哎，英子在你这儿，我可开心了。不闹腾，孩子们都大了嘛。他们现在状态挺好的，正好我休年假，他们也可以好好的陪陪我。就是，哎呀，这太不好意思了，我也帮不上什么忙。不用，我们俩都搞得定。就是呀，帮什么忙？好不容易歇个年假，好好休息啊，千万好好休息。对，那我去拿碗筷。跟你一块儿去吧。来，吃饭，先去洗手去。乖，你们都过去，先去。哎，你不强行。我们看一下这道题啊，2016年北京东城一模某单位共有职工150人，其中高级职称有45人，中级90人，初级15人。我们用分层抽样的方法，从中抽取30容量的样本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孩子？没事吧？没事吧？没事。对不起啊，对不起老师，我刚刚有点困，睡着了，做噩梦了。对不起。哦，没事，去洗把脸，醒醒神儿。中午犯困，这是很正常的啊。去吧。谢谢老师。老师，我这胃好像有点难受，我也想上卫生间，我能出入一下。哦，去吧。谢谢老师。凡凡，干嘛去啊？我有点肚子疼，我想回家上个厕所，这不是有人吗？哎，凡凡，这个英子出来了，去吧。那个，哎
真有可能是肠胃炎，所以我得回家拿点药吃去。哦，你等等。阿姨这儿什么药都有，肠胃炎，那就是这，阿姨，那个我觉得现在好多了，可能就是挨插气儿了。真没事了？啊，这真没事了，没事了。哦，行，谢谢阿姨啊。来，咱们看这道题啊。同学们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清华大学2019年全国优秀中学生冬令营。本次冬令营呢，旨在增进中学生对清华大学物理学科以及工程学科的了解，让中学生走进大学校园，近距离地感知学术氛围，激发中学生的科研兴趣，提高中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。这次冬令营呢，是由清华大学物理系、化学工程系、建筑学院、机械工程系、精密仪器系、能源与动力工程系等10几个系所联合举办的。本次冬令营呢，还将举办创意挑战赛和经营测试。好，现在我来详细说明一下入营规则。来了，阿姨。哎，李老师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方老师今天怎么没来呀？哦，方老师他今天临时有事儿来不了了，我就把物理和数学一块都给琪琪补了。哦，这样的，来，快请进。接下来我们看 C 等于拉姆达 F。由这个公式，我们知道电磁波波长越长，衍射性越强，容易沿直线传播。所以选项是什么呢？ B 应该是正确答案。我们今天讲的电磁波非常重要，不光是对你们高考。前2天的新闻，我想大家应该看到了，国外一个天文台检测到了宇宙中2次同样的快速无线电爆发，这可能对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发现。你们当中有没有对天体物理感兴趣的呀？哎，那就更应该好好学习啦。高中物理是基础中的基础，很重要。知道了，老师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是有点累。讲哪了？Hello， 姐，我今天没来得及上去帮你。没事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。我今天起得早，去了趟菜场，今天菜特新鲜。我今天做了一个土豆牛肉，然后炝了一个白菜，然后做了一个这个水晶虾仁儿，炖了个鲫鱼汤，这么丰富啊！哎呀，我就想着冬天得进补一下，你得多吃点补身体。嗨，我不重要，孩子们多吃点好的才对。对，是，就是给孩子们补一补但是口味不是很重啊。哎呦，我接个电话一会儿下课吧，马上就下课了。哎，小吕，你说没事儿？是吗？有意向了，那太好了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看一下时间，你等一下啊。可以，没问题。我1个小时之内能到。你把地址定位发我。好，一会儿见。我不跟你们一块吃饭了，我有个事儿，我回去处理一下，好吧？那你去忙吧。好，那他们出来，你管他们啊。好，拜拜。今天就讲到这儿，下课。谢谢老师。走，出去吃饭去，走，下课了。
吃饭啦？英子吃饭啦？洋洋妈妈，太客气了，我是来讲课的。你看这没几天，我都长胖了。哎呀，您讲一天课那么辛苦，应该多吃点。快来坐。谢谢。阿姨，我这有点头疼。头疼啊？你是不是感冒了？阿姨给你拿个体温计量量啊。不，阿姨不用，我这样，我回去躺会儿，我回家躺会儿应该就好了。哎呀，你是不是这2天上课太累了？前2天不是还闹肚子呢吗？是，您看我这艺考、高考2手抓，就估计就是累着了。方一凡，你是不是头疼啊？是。我跟你说，治头疼我最拿手，在家呀经常给我孙子治。来，你来，你看看，不用，老师给你按，你看，不用，是不是这儿啊？是。哎呀，清醒没有？清醒了。舒服不舒服？舒服。哎，是，特别好。舒服。好了，我好了。